是咁的啊！聽到呢段熟悉嘅 BGM 就知道我哋今集係講死亡筆記啦。凡係寫咗落去死亡筆記嘅名字都係不可逆轉嘅，寫咗就係寫咗，留黑都難救啊！但係如果我同你講死亡筆記最初嘅版本，死神除咗帶本筆記落嚟，其實仲帶多咗一樣文具，就係一嚿死亡擦膠。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文化綠洲。文化綠洲呢個系列旨在分享我覺得有趣嘅冷知識俾大家。如果同我一樣中意吸收唔同嘅冷知識，歡迎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Let's start it。嗱，講明先啊，大家唔好以為喺度講咩同人小說或者係圖嘟翻嚟嘅山寨周邊。呢嚿死亡擦膠係千真萬確出自原作作者大長東之手嘅。喺03年《死亡筆記》正式連載之前，佢哋喺周刊少年 Jump 其實出咗一個試驗性質嘅短篇漫畫。喺嗰個世界入邊，死神界係有一套完整文具。有碌屎，自然就會有擦膠，好合理啊！就好似寫錯字可以擦翻咁，喺個短篇漫畫度殺錯人唔緊要，擦翻佢咯。成件事即刻由懸疑偵探片變咗哆啦 A 夢用法寶咁溫馨，擦兩擦就復活，直頭係掂啊！好彩作者最後都發現呢個設定呢太北啦，太兒戲，喺正式連載嗰陣就 cut 咗佢。如果唔係，我哋就會睇到一套殺完又救，救完又殺嘅偵探片啊！同埋喺呢個短片入面攞到筆記嘅主角唔係夜神月，而係一個叫鏡太郎嘅怕事學生。究竟死亡擦膠落入一個普通人手裏邊會搞出啲咩大頭佛呢？喺呢個版本裏邊，鏡太郎只係一個13歲嘅中學生，當然冇夜神月咁挫啦，亦都冇統治世界嘅野心。相反，佢係喺校園成日俾人欺凌嘅人，日日翻學都俾人蝦，生活過得好慘。有一日佢執到本筆記，以為只係普通嘅筆記本，於是就好發洩式咁寫咗邊個去死啦！點知第二日翻學，嗰幾個欺凌佢嘅同學真係全部心臟麻痹死晒。如果係夜神月呢個時候應該會笑住講：我係新世界嘅神啊！但鏡太郎只係一個普通細路，佢嘅反應係嚇到瀨屎啊！就喺呢個時候，死神劉克就出場。不過呢個版本嘅劉克同我哋認識嗰個淨係想食蘋果睇戲嘅旁觀者好唔同。佢見到鏡太郎咁驚青，唔知係起咗惻隱之心啊，定係純粹覺得好玩。佢就同鏡太郎講：細路，我有批好靚嘅死亡擦膠，你用嚿擦膠擦走筆記上面嘅名，死咗人就會復活噶啦。鏡太郎聽到有得救，即刻拎嚿擦膠改錯字咁擦。神奇嘅事情發生啊！嗰幾個死咗嘅欺凌者真係喺棺材彈翻起身復活咗。不過嚿擦膠都有個限制嘅，就係屍體一定要保持完整。如果你已經火化咗變咗灰，咁你擦穿張紙都係救唔翻。班欺凌者復活之後，雖然唔記得發生咩事，但係嗰種恐怖嘅感覺仲喺度。見到鏡太郎就好似撞鬼咁，反而唔敢再蝦佢。結果主角靠殺人再復活，成功解決校園欺凌問題。其實成個古仔去到呢度，你已經 feel 到係完全變質，所以你明白點解喺正式連載嘅時候，作者要 cut 咗佢啦。正正就係因為生命只有一次 ，L 嘅犧牲先會咁令人動容。雖然死亡擦膠個 idea 好有創意，但係放棄咗佢，我認為先係死亡筆記能夠成為神作嘅其中一個原因。有時啦，遺憾同埋不可挽回先係古仔最迷人嘅地方。中意呢類影片嘅，不妨撳個掣訂閱我哋文化沙漠嘅頻道，再打開埋個鐘仔，咁喺我哋下一次出新一集嘅時候，你就會第一時間睇到啦。我哋下一集再一齊發掘更加多嘅文化綠洲啦，拜拜。上來了，幾歲？沖天！你呢個死白痴！沖天，知唔知你射邊個啊？你個腦裝屎㗎！